嗨，大家好！今日我哋嚟到越南中部一個神秘嘅角落——美山聖地邁山 Sanctuary。你咪睇佢而家好似靜英英、靜雞雞咁樣啦！呢度曾經係風光一時嘅宗教中心嚟嘅。進入行程嘅第二天，今日咧，我哋去一個有1000年歷史嘅名勝古蹟，叫做美山聖地。喺1999年咧，就已經進入咗呢個聯合國教科文嘅組織，係啦，就成為一個收翻嚟係一個歷史文化遺產嚟嘅。Thank you。咁就睇下呢個美山聖地有幾靚咧？呢個美山聖地咧，嗰個英文翻譯都幾有趣，係邁申 MYSON， 係啊，我個仔咧，或者係中文邁申，即係呢度係即係4世紀至到14世紀整個時間興建呢度，係一個占婆王國 Champa Kingdom。咁啊，主要供奉嘅係印度教3大神明之一，係濕婆神。導遊就話咧，裡面好似個吳哥窟咁樣嘅，咁啊好多即係冧咗嗰啲嘅歷史嘅建築啦。因為越戰啊，曾經經歷過越戰，咁所以就都係即係炸過呢個地方。咁今日就會去一個咁樣嘅歷史文化嘅地方。India 從公元4世紀開始，占婆王國就喺呢度興建咗呢啲紅磚神殿，獻俾印度教嘅濕婆神。你有冇發現呢一啲建築係冇用到水泥嘅？咁磚同磚之間係點樣黐住嘅呢？好多建築群咧都係咁樣。我聽咗好耐介紹啦，但係我都係對於咧呢個嘅特別嘅建築咧非常之即係被驚豔得到，因為你望一望佢呢啲紅磚咧，磚與磚之間咧其實係好緊貼嘅。OK， 而都有介紹咗，其實咧呢個世即係好多嘅科學家啦，嚟嘗試研究到底佢係用啲咩黐埋一齊。後來啲人咧，佢嘗試自己用樹膠啊、咩糯米漿咧去黐埋，但係咧幾年之後就冧咗啦。但係而家呢度講緊咧，平均有1000年，但係都仲係好原封不動，係冇事。咁即使係話，到底佢係用緊啲乜嘢去即係黐埋咧？其實係暫時未有人能夠去解破呢一個謎。咁係一個非常之即係震撼嘅一個建築界嘅事情嚟。好在呢度影落好似平，但係一個好大嘅窿嚟。呢個窿咧就炸冧咗隔離呢一個。雖然經歷咗戰爭嘅摧殘，但係留低嘅每一座塔、每一塊石雕都有佢嘅故事同埋靈魂。聽講每位國王登基之前都要嚟到呢度進行重要嘅儀式，難得嚟到呢啲，可見呢個地方嘅地位有幾高。呢度應該係祭壇，係啊祭壇啦。同頭先外面嗰個咧，導遊介紹嗰個話咩男性、女性生殖器官，不過呢個位係女性，我冇男性。嗱，佢咧啲水咧就喺呢度滴翻出嚟，升高少俾大家望下先。男性應該冇咗佢咁樣，冇咗。佢應該上面有一粒嘢嘅，冇咗。係啊，佢呢個肯定係祭壇嚟嘅，供奉。而家嘅美山已經變成咗一處靈物又充滿歷史氣息嘅世遺景點。喺呢度行下，你會不自覺咁放慢腳步，好似都能夠聽到古人嘅祈禱聲。如果你中意歷史文化，又想遠離人潮，美山聖地絕對值得你行返半日，慢慢欣賞。個神台係有兩部分，上邊嗰段係代表陽性，下邊係代表陰。陽具喺上邊，似唔似啊？代表㗎嚇，下邊係代表女士最重要嗰部分，係咪陽陰結合創造世界？佢哋拜神倒好多聖水，地球嗰邊個聖水可以人身體健康，生到仔女喺度。